报新闻是职业嘛是志业，来承载台语。第华视台语主播林玉珍，伊报台语新闻已经20年啊，伊即届是摕到114年度教育部本土语言的贡献奖。伊表示伊真感谢教育部，嘛讲这是伊报台语新闻20年来上界重要的一个记录。3月号，今日起，那魏总那开讲，开始一天的新闻工课，伊是华视的台语主播林玉珍。来，5、4、3、2。臭头啊，就是赖痢头，头皮会出油，会流汤，会黏黏。伫这种状况下，若是滴无啊，无啊就会结掉咧。所以讲，臭头啊滴无啊，结。用上趣味、上好理解的方式报新闻，互乡亲知，这是伊做主播20年来坚持做的代志。我细汉伫南投德山的庄脚大汉，爸爸妈妈甲真侪长辈时代拢是讲台语，但是当时的新闻媒体拢是以华语为主，所以因拢听无看无。我到台北读大学，真侪同学嘛拢敢若会晓听华语，我感觉真可惜。原本台语敢若会晓讲、袂晓写的林玉珍，为着要甲台语传承落去，对罗马拼音、台语字一步一步豆豆啊学，希望甲台语完整的保留落来。对林玉珍来讲，甲华语新闻翻做倒带台语词，是伊工作上上重要的代志。我感觉玉珍姊伊真无简单的所在，就是拄着袂晓的，伊拢已经用真谦虚谦卑的心去甲阮同事每一个人讨论，或者是伊会敲电话去每一个，譬如讲公所啊，伊望让当地的人会较清楚。伫同事的眼中，林玉珍是一个顶真自我要求足悬的主管。伊对台语、对新闻的态度嘛感染规个新闻团队。伊讲会当用台语报新闻，是伊捌代志以后的新冠。即届伊摕到教育部114年度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。伊讲伊真感恩，毋但是上幸运的代志，嘛是伊报新闻20年来上重要的印记。记者陈阿雪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